近年来，因为网络册店加电子册盛行，相对的年代实体册店哪来哪歹经营。对此，台南市长黄伟哲24号上午特别到新营中山路唯一一间的独立册店赛书店来担任一天的店长，同时嘛鼓励民众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千万袂用让独立册店的文化环境来花去。特别来独立书店来宣示我们对于这样子一个书店文化的一个支持，相应于今天碰到了台南的正大书城即将可能面临歇业的一个难关，也相对于我们很多公共图书馆面临有一些借书人借书不还，总共有21000册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我们特别需要来支持我们的独立书店。那不管是担任的一日店长，或者是担任消费者，我们其实都希望能够支撑这样的一个文化形态。尤其你说正大书城是在台南市区，但是我们现在在新营小镇，所以说更需要大家的支持。我们希望我们独立书店的火，我们不要熄掉，那所相应的一个文化现象也必须要得到重视。因此呢，我们特别的来支持。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买书，大家一起爱看书。市长表示，因为近期文化部推出的文化币有买册加码送的活动，只要年满18到21岁的青年用手机下载文化成年礼金，每人有1200点，以1点价值1块，到独立册店来买册消费，还有2点送1点的加码，因此嘛吸引未少的青年前来并且消费。是因为家刚好在附近，然后因为刚好文化币有独立书店的，就是放大点数，所以我刚好就想要来这赛书店这边消费，顺便来看看书这样。那有想到说今天刚好怎么会遇到市长刚好来这边当店长？就觉得很惊喜，可以刚好遇到黄伟哲市长，也很荣幸可以让他结账这样。我觉得用文化币来支持独立书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可以帮助他们，就是他们可能原本要式微了，但是这样子可以让他们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现场市长除了担任一天的店长，帮忙介绍，另外嘛以着实际行动表达支持，家己出钱购买一本《台南甜不甜》的新册。现场还有新营在地议员蔡玉辉、王宣茂、沈家凤、加李宗翰等议员到场，以实际行动来支持独立书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